继续来到高雄的仁武，有一个驾驶违规停车，警察要甲查，伊吹油门绕跑，而且佫加速度来冲撞着警车。警车的安全架轨啊，是互弄甲裂开，3个员警受伤，佫有轻微的脑震荡。后续支援的警力甲逮捕，而伊的车顶超出着松丝烟弹甲各种的毒品，无排除是食毒开车。 警车行车记录器画面，两个员警在路边违停的轿车，结果驾驶毋但拒检，佫随加速度走。员警随上车一路加速追捕，同时靠警力支援。多载轿车一路加速，毋但驶 S 型，佫伫个路口向转弯，想要闪警察。这时支援的警力赶到位，想袂到轿车的驾驶完全无减速，直接弄警察车。若警察车互弄一个斜向，轿车弄着分隔岛了后，严重毁损。后壁警车随来砸车。 当场甲驾驶逮捕。我这摆就停来啦，你脚往后踢就可以了啦。驾驶互警方强拖落来，说伊伫咧喊疼，不过伊后背驶车，搁弄警察车，现场是乱糟糟。轿车的零件嘛三甘欢死过，若互弄到的警察车，车顶的3个员警嘛因为弄到的冲击来着伤。 造成安全气囊爆开，现场受伤之3名员警，经医师诊断，3名员警伤势均为头部擦伤及4肢擦挫伤。3个员警除了骹手挫伤，嘛拢小可脑震。高雄林武区今日日透早4点外发生警匪对立的事件，警方立伫3公里，车上的理事驾驶人当下搁戆戆，车顶嘛拢是歹片的气味。伊的车顶放超出丧尸烟弹甲各种毒品，警方初判这个人是食毒驶车。专案审后，用公共危险罪、毒品危害防治条例，佮有妨害公务罪嫌移送法办。而且佮开出包括拒检逃逸、冲红灯、红灯回转、危险驾驶、拒检逃逸使人受伤、食毒驶车使人受伤，拢总11张罚单。在罚金的总金额37万3800块，而且佮扣牌2年甲吊销驾照。食毒了后，互人诈检佮弄警察车，造成3个员警受伤，嘛互警方吐大开讲，实在是伤嚣摆。 Hello， 我是蒋欣梅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